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26，旧历的8月28，礼拜四。普悠玛火车伫去年的10月发生着冰车的意外，有18个人死亡。跳司的司机员尤振中，伫个验证11个月后，再起是出面来讲当时的状况。伊讲代替伫个第一时间恶意来欺骗。伊讲伊开车的时速无到140公里。另外，行政院的调查小组故意隐瞒事实。通联记录甲录音档，拢甲伊的记忆有落差。伊要求检察官一定要查清楚。尤振中是讲甲真激动，讲代志发生了后，伊一直哭。伊讲迄种痛是参呼吸拢会痛，是锥心之痛。因为只要每次想到，就会非常的难过。因为那种痛是连呼吸都会痛。回想一冬行来，情绪真激动。代替普悠玛司机尤振中，伫列车8月了后，头一次出面，由律师陪同开记者会，批评代替有意隐瞒真相。宜兰地检第一时间，他就是有罪推定。再来，台铁，他第一时间是恶意欺骗。行政院调查小组。他是刻意隐瞒事实，避重就轻。伊强调，家己虽然超速，但是车速绝对无超过140公里，包括通联记录甲录音档，拢甲伊的记录中有落差，甚至对有利的证据嘛拢无去。上班的工作报单，那关系到出车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凭空消失？那运转室的录影画面，竟然也会说没有。不过对着云南会刷来要做的调查，伊嘛认为假资料证据恐惊无法度查出真相。蔡总统今仔日嘛做出回应，我们会请这个行政院特别来注意哦，那督导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主管机关要特别注意这一些相关的当事人他们的说法哦，务必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中哦没有偏颇。后礼拜第一次开庭，依然第一声明，检察官会伫心理庭中一个讲清楚，由证据来讲话，还原事实。